你好啊，我係 Gary，我現在同大家介紹呢一個單位係位於天后地鐵站嘅維景花園。呢一個單位係 B 座高層嘅4號室，實用面積452尺，戶型係2房單位。呢一個單位全屋全新裝修，業主主要係用嚟放租用途，做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、雪櫃、爐頭、洗衣機已經全部齊全，廳有對流窗。景觀好開揚，望返住維多利亞公園。新造洗手間，企缸有明窗。第一個房間兩邊窗，第二個房間都係兩邊窗。而房間望出去景觀更加靚，係睇到維多利亞嘅海景，遠望可以睇到會展、中環、IFC、維多利亞公園，而呢邊睇到中央圖書館大坑嘅方向嘅景觀。